们把三 D 可以今天或者9番来可以查入到10番の3 D Google number 15 15号ループで泳いで35 Team China 中国队首发舞台12号的常理18号的AD 何超宝19号的90何忠敏20号的3 D 麦克马凯 number 31 21号常亚东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即将开始，现在请举起你的双手，跟着音乐节拍一起拍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ut your hands together. 调动他的滚石人小宝跟着来。好，同志们给中国国奥队以及尼日利亚队来点掌声！来，请我停下来，尼日利亚。Hey!
lui dei位位置，15號跨咗四分機，睇啱我。到金光犯规，在美帝18號9號金光犯規 ，F 6。Hey, one cut, one.我哋話係咪開始話？以後大家慢慢會印尼啊，然後他們來菲律賓啊，是不是？往年那一年他们说进在中国队方面，这就是全场中国队方面，双方换人就是 both team。Halo festival Cinco Banquet in Italia nomor 4 Cinco Banquet中国队方面。
中国队球。我听到那边有个队友，一夜之间was the red ball number 18 18号得到维迪半杯，由卢比亚给发一球，最帅的是别人的那这是卢娜。这个防守机会球，继续用球权。全拿球，中国队球。那是要不，你不要的。有啊，开始有打。开始很开心，下场中国队换人，上场球员5号赵泰仁，22号曾令旭。中国的球队，甚至就是来这样，一比1对方。来一个后下老鼠，打个小船那儿，哎，后下老鼠，打个小船那儿，后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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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。
Substitution China 中国队换人，小宝这个咱们第三次，好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Andy O'Higgins 出选，我对第一局针对第三队赢了4次。黄金传达那么个胡金宝，12号长滨飞人门卫，那这边的7阿布巴卡乌森7号伊斯曼保卫。这个是一个我们到对吧？也不进攻犯规，12号长滨对区中国队换人踹进攻犯规不进行加罚，1比2的球，来这边。前走。好的，China 10号带到中岛左卫，9号number 8，林肯和中国，或者华这两个球。打棒球，力竭前右，打棒球力竭转身，看看前面，2分钟，可以依然交大大佬队胜利组。
把这一点举起来，中国队，中国队，中国队，好，这边掌声给中国队好吗？第二节比赛开始，来补票。Number 8, Ethan Ojogo. China ball, 中国队。受伤，裁判暂停时间。哪里地？Don't put pressure on him. Don't put pressure on him. I mean, he has to get a pressure.我们准备用反向的方式阿布巴卡入水，帮他加油打气一下。集中力量7号，阿布巴卡入水，帮他来出场。
都必须颁给。And addition number 5, Sandy Okoye. 5号 Sandy Okoye 把分2次。